Hello，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享嘅 Stev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嚟到愉景新城睇一個8座嘅21個方廳3房單位，使用面積就645尺。一開始同大家望咗個景觀先啦，咁單位主要景觀咧就山景為主啦，向翻東北左右啦。業主都善用咗個窗台位置，加咗個收納空間嘅電視櫃嘅位置啦。另一邊就可以擺梳化啊、按摩椅啊，都完全冇問題。繼續延伸出嚟都仲係客廳嘅位置，業主做咗個三門櫃啦。咁其實咧，有啲住戶會擺成組鋼琴喺度，或者係前面嗰個位轉角位做埋隻 L 字型櫃，咁啊十分之好使好用嘅啲位置。嚟到呢一邊先係真正嘅飯廳，做個6人飯台綽綽有餘，仲有位可以做啲收納櫃嘅。咁所以呢隻方廳3房呢，市場上都有一批忠實擁躉，一直都物色緊嘅。呢個就大門口位置啦，隔離就廚房，四正都幾好用嘅啲位置。咁啊，再入到去單位嘅房間，咁呢一間咧業主咧就攞嚟做一啲衣櫃啊、書房之類啦。我哋可以望另一邊嗱，其實兩間房嘅 size 咧差唔多，呢間會大啲啲，咁啊，但係景觀上啊、整體佈局上啊差唔多嘅啫。同樣地，兩間房都可以擺到雙人床啊、大衣櫃咁啦。走廊嘅另一邊就單位嘅浴室，咁都有窗嘅。咁業主擺埋個洗衣機喺度，仲有位。再入埋呢道門咧，就成個主人套房噶啦。主人套房方面咧，景觀就好似頭先咁講啦，山景為主啦，兩邊窗嘅，咁啊變相個光線可以多咗啦。業主又做咗2組櫃，咁啊擺到4尺床、4尺半床都冇問題嘅。再入咗單位嘅浴室啊，呢個係主人浴室，位置就比啱啱嗰個浴室更加大啦。都有窗嘅。